讲到动画，唔那囡仔爱念，大人也真爱看。嘉义市文化局用文化路的食是做主题，举办亲子动画工作坊，教囡仔来认捌动画，也希望体验的过程，让囡仔会当对故事画面到声音，亲身来完成因心目中想象的故事。大人甲囡仔伫画纸顶面来画家己要讲的故事，煞来讲相接的方式，大家做伙讲一个更较大的故事。这一张一张的画纸，就叫做是动画图稿。嘉义市影视影基地用文化路的食食做主题，开办亲子的动画课程，互家长甲囡仔做伙来体验。温规划这个逐格动画课程，主要是可以让更多这边的孩子们可以从小去接触呢，安怎讲故事，安怎做动画，因来的时阵呢，因就会使尝试把他们脑海所想的内容呢实践化。小朋友去参加这无共款活动，然后互因实际讲，这卡通的完成是真正这么简单一个代志。上课导演除了教大家动画原理、甲发展的历史，佮配合所有设备甲手做的红仔，甲囡仔用翕相的方式，一张一张来完成动画的影片。透过手作啊，画图为斗，然后透过创意，不要说依赖就是科技跟手机，那我会把这两个做结合，传统跟就是刚讲科技。让小朋友知道如何透过3C 产品做创作。第一次体验觉得还蛮新奇的，因为都没有接触过。嘉义市文化局表示，透过动画制作的课程，囡仔唔但培养表达的能力，嘛，互因会当为动画、声音甲影像的角度来思考，重新来认捌在地文化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